桃园中立一个查某人昨下昼拿骑奥多摆拿卖手机啊，抓去弄到头前一只特斯拉后斗。即阵警方是依照道交条例，甲这个骑奥多摆的查某人罚1000块。这查甫人拿骑车拿看手机啊，就安尼弄到头前的特斯拉小客车，当场连人险车摔地涂骹。这事故发生伫2日下晡4点外，现场的查甫人骑车经过桃园中立中华路2段，敢若拿骑车倒转摕手机在看，造成车祸。张男骑乘机车直行时，疑似使用手机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追撞前车。警方讲，双方当事人酒测台拢零，不过骑车这个人，敢若是骑车时也看手机啊，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该罚1000块。近年来骑车违规的种类真多，像今年2月，苗栗就发生一个无照骑车也佫拒绝零检的违规案件，总共互开出46张罚单，罚款金额有4万多块。另外，今年6月，高雄一骑车的人，毋但无伫安全帽，还徛伫机车的大帮顶面放手骑车，踅来踅去，还佫徛反向，至少有11项违规行为，互警方依照这个涉嫌公共危险罪，甲伊移送法办。你骑车本来就是要专心啊，因为如果你在滑手机分心的话，你会没办法。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，你会没办法马上反应。我觉得罚则跟教育都要吧，他们没有那个安全的概念。他觉得只要我自己不出事，可是他没有想要会害到别人。警方也提醒，伫路骑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尤其是骑车时禁止使用手机啊。就算是停等红灯，也看做是骑车的状态，袂使看手机啊、看信息。若有使用这手机啊需求时，应该找适合的所在去停车熄火，再过来看手机啊。安尼毋但袂互罚掉，也应更加确保行车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